來繼續在地人在地情。台南市政府所管理的7個所在的古蹟，去年旅遊的人數比前一年減少19萬人，門票的收入嘛減少1000多萬。其中赤崁樓經交通點名行銷無夠力，文化局回應講，未來會加強宣傳。赤崁樓是台南上界指標的國定古蹟，不過根據台南市審計處統計，市府7個收費古蹟景點，去年比前年減少19萬人次，門票收入嘛減1000多萬。旅遊服務中心的部分，也要求文化局趕緊盡速來完工，讓我們整體的赤崁文化園區以及地下停車場能夠加速完成。不過在其中嘛有一寡景點的人次是去年比前年較多，親像開一寡課程，就讓人數豆豆穩定。這幾年我們也開發了眾多的課程，攀樹或者是豐農體驗等自然課程，以及環境教育的一些學程。26年跟25年相較，其實今年整個表現非常的亮眼，甚至於入園的人數都提升了至少30%以上。文化局嘛強調，未來結合網絡的行銷甲 AR 數位導覽來吸引更加多遊客。